我嗰陣俾佢睇過 JUPAS，佢將 A1、A2、A3 幫我交叉晒。大家好啊，我叫沙比，咁我今年23歲，嚟緊就會喺 Hong Kong U 畢業。考 DSE 前嘅自己係一個我會覺得唔好嘅學生咯，因為嗰陣仲係好中意踢波。咁最後就決定即係我兩樣要揀一樣短期。咁我最後就揀咗讀書嗰方面。嗰陣唔信自己係可以靠足球幫到屋企人，即係尤其是喺呢個城市。都好多會話A is the worst 或者 B is the worst，我就讀緊 A 班。嗰陣有同班主任傾未來有咩方向，咁佢哋就提出overseas，但係翻到去開始諗嘅就係我根本上冇呢個資源，係啦，咁唯一條路就喺一係留翻喺香港讀書，一係喺度揾工做咁樣。我聽過個人講自己有咩8個窗口，幾多部冷氣機，我心諗我住公屋咁我最後炒佢哋咯，即係如果有人話佢有浴缸，我話屋企都有浴缸咁樣，但係事實又差好遠。就朝早 around 7點半起身，食個早餐就去自修室温書咯。我登入 JUPAS，我見到 A1，我嗰下我就like if it happens it happens，係一個值得好即係開心、值得慶祝嘅一個 milestone，但係唔係你嗰個路程嘅總站。